首先，会用提出稳重的事物，即家爱先来涂一遍。过来呢，侧面涂的事物，是袂用侧面卡笔、全漆、很感觉较上分的粗灰。接落来配合粗灰本，了解正确的念法、疑问的意思、用法，再个利用粗灰本的理据，学习粗灰的正确用法。一篇文章填漆下桥日头粗灰。阿咪上到咱们讲，亲像先唔下饭。当年度优秀人才的学面创伤，无办法伫阿咪系要啥，不过阿咪伫规现实爱做的，只是提出超好的表现，唔是听人讲假讲理，真正强的人，总是用心智来讲述。听比赛七真行。就算阿咪的分数，听日唔会错，佢也是牙滚咬的杀手饼。真紧，切来到头尾一关的填漆卡，教练和阿咪数量高后，按算签名去饼，开始唔是卡高的重量，老妹慢就无菜。阿咪失败啊！规定到唔会感觉减少，认为规地就算失败啊，总比无试过将来后悔也较甘愿。阿咪入世4年过后，透过见到后面的比赛场，替台湾争一道金牌。文章作者有时会有注脚，表示出特殊或是需要特别解释的地方，像是本文就有一个注脚来注解举重比赛的专有名词挺举，叫做挺起卡。客语呢就用这3个字来表示挺举的意思，挺起卡。